使用本設定工具前，請先作以下準備：電腦同影印機需要連接於同一網絡，電腦帳戶設有登入密碼，以及需擁有電腦管理員權限。先到呢個連結下載 SMB 設定工具。下載連結已經放於資訊欄內。複製連結之後，開啟瀏覽器，喺網址列貼上並下載。下載之後，點擊開啟應用程式，準備解壓縮文件。點按是允許。揀選解壓縮位置，為咗方便開啟，呢一度選擇解壓縮到桌面。點按 OK 開始解壓，完成之後再按 OK。打開已解壓縮嘅設定工具資料夾，開啟 KMSMB 應用程式，點選是允許。進入設定工具之後，於步驟一選擇要設定嘅影印機。點選之後，按下一步。步驟2，設置影印機地址簿，點按添加。創建新資料夾，預設名稱係 Scan， 位置係桌面。呢度用預設嘅位置，點按確定。然後需要輸入相關電腦資訊。名稱係想要於機器地址簿內顯示嘅名稱，可以自行輸入。密碼即係電腦之登入密碼。輸入完成之後按確定。資料寫入影印機時，連接時間視乎網絡情況。如畫面出現停頓，請耐心等候。成功之後按關閉。呢度可以設置快速鍵，如唔需要請按否。影印機再次讀取之後，地址簿資料會出現於清單內。最後按完成結束設定。掃描資料夾已經以 Scan 命名，新增於桌面。